青岛的房价再这么跌下去，很多家庭都要崩溃了。目前二手房的挂牌量已经突破了17万套，已经排在了全国的前10。最近我们看了很多房子，动不动就亏上百万，还有很多的精装业主直接喊价对折卖。青岛目前至少有1/4的家庭实际上已经接近破产了，身上的负债可能远超手头那点他造孽的资产了。青岛的法拍房现在越来越多，现在法院很多法拍的案子他们都不接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很多人都已经还不起房贷，已经断供了。有些哪怕把房子卖了都不够还银行的钱了。可能还有一部分人还在幸灾乐祸啊，觉得之前买房的人活该，甚至还在吐槽现在正在想买房子的人。其实很多的家庭掏空腰包，只是想买一套房子，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们买房有什么错呢？未来房子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很多人的住房问题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们评论区可以聊一聊。我是京涛，一个卖了10年房子的良心销售。现在真是没法说。刚跟朋友打完个电话，他跟我说房子卖了，案子那边18年挂牌260万，230万买的，今年想卖，价格一直往下降，前几天刚卖了64万。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怎么说也觉得不大合适。18年，今年7年的时间了。现在主要是2大类人，第一个是被吓着了，第二部分就是真正被上到了，真是没法说，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今年听过最讽刺的一句话就是，这些年一直坚持没买房的人，躺平的人，他们赢了。但是我的粉丝给我说了一个他自己的真实故事，我觉得这个事儿太他妈不公平了。凭什么呀？他说他5年前买房买车的时候，他的发小什么都没有。当他每天努力工作，累得像个陀螺一样的时候，他的发小每天在家里打游戏，晚上喝大酒。然后呢，他上班10年，每天努力兢兢业业，努力赚钱，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然后呢，在青岛买了一套200万的房子，好不容易安了家。然后呢，他的发小一直在换工作，找工作，车子房子什么都没有。这些年呢，我这个粉丝呢，一直觉得他比他的发小强太多了。无论是在亲戚朋友眼里，还是在工作同事任何人的眼里，他都觉得他比他的发小要强。可是现在呢，这个粉丝的房子亏了100万，这些年呢，赚的钱都搭在房子里了。然后呢，工作不太稳定，被裁员了。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这个粉丝呢，他找我卖房呢，标到105万，实际上可能100万都卖不了。这真的是青岛跌得最惨的业主了。曾经15000买的房子，现在呢着急用钱，单价呢只要5000多块钱一个平方，房子呢还是精装修的，一天也没有住过，房子还带个100多平的大露台，70年大产权的家人们啊，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聊一聊。我跟你们讲，现在二手房业主卖房子卖的都是懵的。昨天我一个同事跟我说，他一个房东在贝壳签约中心把房子卖了，签约的时候你知道吗？房东都是懵的。对面那个客源房经理说，这个房子115万哈，然后房东说好，然后你付中介费哈，房东说好，然后那你签字吧，然后房东说好，就是给这个我这个同事看了，你知道吗？就心里边都发凉发怵。你说实话，现在这个市场真的对房东真的太不友好，就但凡有一点你作为一个客户哈，我这话可能容易招黑，你作为一个客户哈，就是大差不差就行了，别逮着人家就开始薅。现在房东也不容易，那房子是在近200万买的，卖了100来万，就首付都赔进去，完了之后你还得倒贴银行好几十万，你说谁容易啊？对吧？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也不容易啊，对吗？青岛的房价腰斩，这就像一场噩梦，让无数买房人那是深陷其中啊。很多人背负着巨额的房贷，却看着房子的价值在不断的缩水，真的是压力如山啊。如今的楼市看似平静，但是实则呢却是暗流涌动。从青岛这个城市发展的角度上来看，部分的区县人口外流已经很严重了，房子却还在越建越多，供需已经失去平衡，而且在加剧。核心的区域虽然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在严控的调整下，投资性的这种需求已经被挤出去了。再加上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和个人都在面临着资金的问题。
购房者能力和意愿都在不断的下降。由此可见，青岛的房价在下半年或许未来的几年很有可能还会继续的下跌。所以老陈我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劝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买房，别让自己陷入更大的財富風險當中去。大家認可老陳的說法嗎？我是老陳，一個敢說真話的房產人。在中國的城市圖譜裏，青島是一個活在形容詞裏的城市。它是東方瑞士，是啤酒之都，是北方之光。幾乎每一個來到青島的人都會被那種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的精緻感所瞬間征服。在過去的20年裏，這種精緻感被成功地金融化了，它變成了一套又一套單價昂貴的房產。大家覺得買入青島買的不僅是那1平米的水泥，而是一種在北方極其稀缺的體面的中產階級入場券。但今天我們要聊的青島是那個在濾鏡碎裂之後正面對着前所未有資產大清算的真實青島。如果你在深夜漫步在青島的金嘉陵金融歐，或者走在黃島那些動輒幾十層高的海景房樓下，你會發現那種曾經讓全山東省精英為之瘋狂的青島夢，正在變成一場磨聲的漫長的資產大敗退。今天我們要換一個更有深度也更具社會心理學色彩的角度來拆解那個未人敢捅破的真相，為什麼青島房價跌得比想象中船要猛？這場全城範圍內的財富大縮水是如何精準收割了北方最後一批追求體面的中產？我們要聊透那個關於二線城市身份焦慮帶來的房產陷阱。第一部分，真相一：強省賄賂輯下的脆弱虹吸。我們要拆解的第一個真相是關於青島房價底座的虛空。在地產界有一個共識，青島的房價不是青島人撐起來的，而是全山東的土豪們撐起來的。長期以來，青島被塑造為整個山東半島的財富終點。在lâm兒育木材的，在淄博搞化工的，在濰坊做外貿的老闆們，他們的財富流向只有一個，那就是去青島買套房。這被視為階層躍遷的標誌，是回鄉祭祖時最有面子的談資。但現在的真相是，這種外援式購買力在大環境下徹底枯竭了。隨着傳統製造業的利潤縮減和民間這 T 的連鎖反應，地市州的私營企業主們自己也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現金流危機。當他們不再有餘力去青島島內買，當那股不計成本的外部資金撤退時，青島房價才露出了它最尷尬的底色。青島本地的平均薪資根本支撐不起廬山5-6萬、市南7-8萬的禪界。青島的房價以前是靠全省血汗錢來日界的，當這種日界消失，它就必須衝神壇跌回民間。這種由於外部輸血斷裂導致的下方，是青島房價止不住跌的最根本原因。大家猛然驚醒，原來那個所謂的北方一線本質上是一個建立在全省富裕階層信心之上的流動性幻覺。第二部分，真相二：海景公里的過正如變現絕望。我們要聊的第二個真相是青島特有的星號海景房價值負循環星號。在很多人的潛意識裡，海景房是稀缺的，但在青島這種平原與幽靈交錯、海岸線極長的城市，海景房不僅不稀缺，反而嚴重過剩。青島這些年造成的邏輯是沿海狂奔。從最北邊的南谷到最南邊的古鎮口，幾百公里的海岸線上，全是被包裝成世界級海濱生活的超級大盤。真相是，海景房是全中國折舊最快、流動性最差、持有成本最高的房產類型。我們要直面一個殘酷的現實：海景房的居住體感在青島其實是非常極端的。冬季的潮冷、海風對電梯和家電的腐蝕，以及新樓級低的人氣，讓這些房子在入住3年後就開始顯出疲態。現在的青島二手房市場上，跌得最慘的就是黃島和南谷的海景房。那些原本打算以房養老或者等賬換房的人，發現自己手裏的房子成了一塊沉入海底的秤砣。你想玉？同小歐掛牌3000套，你想降階？隔壁鄰居比你更狠。這種由於星號居住屬性缺失和供應用如鍋帶星號帶來的流動性枯竭，是青島樓市最深層的悲劇。大家發現，原來那片海並不能當飯吃，在資產縮水的寒冬裡，海邊的冷風反而吹得人更心慌。第三部分，真相三：二線城市的身份日界大清算。我們要聊的第三個真相是關於青島這座城市星號身份定位與真實能力的立位星號。青島一直有着一種極其強烈的準一線情列，這種情列在城市基建上體現為級字的漂亮和大氣，在樓市上體現為極其昂貴的品牌日界。在行情火熱的那幾年，買入青島不僅是買房，更是買入一種比內陸更高一等的優越感。現在的真相是，大家不再願意為這種虛無縹緲的優越感支付高昂的小費了。
隨着互聯網公理的消失和考公大潮的引起，現在的年輕人變得吸毒務實。他們開始算賬，如果我在青島拿6、7千的工資，卻要背負3、400萬的房剔，這種所謂的高品質生活到底是在騙誰？這種身份日界的崩塌，直接導致了青島那些所謂改善板塊，如浮山後、市北刺身的踩踏式拋售。大家發現，除了極個別佔據了頂級醫療和教育資源的地段，大部分所謂的高檔社歐在居住體驗上與立地城市並沒有本質的勾別。當那層網紅城市的濾鏡被生活壓力磨成撕碎，青島的房價就必須向它的真實人均收入水平對標。這種從面子回歸到里子的過程，讓無數中產階級經歷了從紙面富貴到階層跌落的劇烈陣痛。第4部分，買房人的現狀，被困在精緻濾鏡裏的體面貧困。在這種真相之下，青島買房人的現狀可以用一種星號體面的赤貧星號來形容。我們可以看看那些在2018年、2019年高位入場的新青島人，他們往往是山東各地的天之驕子，通過讀書和努力在青島留下來，進入了銀行、外企或者是大型製造業。他們曾是這個社會最自信的一批人，加滿槓桿入了一套單價3、4萬的房子。現在的現狀是，他們成了這個時代的負重者。我有位朋友在3年前入了一套廬山邊緣的次新房，前價4萬多，總價600萬。現在的成交價已經跌到了400萬出頭，算上這3年的利息和已經蒸發的200萬本金，他這一輩子的奮鬥成果已經化為烏有。他跟我說，我每天去上班，路過8大關，看着那些漂亮的洋房，我覺得這個城市依然很美。但當我回到家，看着那個每個月要扣掉我18000塊的房剔短信時，我覺得這種美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不敢辭職，不敢生病，甚至在超市裏看到30塊錢1斤的排骨都要猶豫一下。我買下了青島的精緻，但這種精緻正在吸乾我全家人的血。這種星號資產成了鎖鏈，美麗成了抵押品星號的現狀，是目前青島中產階級最真實的群像。他們擁有着看起來很高級的資產，卻過着極度拮據的生活。這種階層的集體焦慮，正在腐蝕青島這座城市原本那種柔間豁達的靈魂。大家不再談論出海捕魚，談論生活美學，大家只關心貝殼上的鄰居又降了幾十碼。船有一個扎心的現狀，是青島目前星號二手房置換鏈條的死鎖星號。青島的二手房掛牌量驚人，你想欲掉手你的老婆小去換電梯房？對不起，你的老婆小由於居住環境差，加上學歐光環的消退，已經成了磨人問津的重資產。你想欲掉手你的原交海景房回市歐？對不起，降價30%你也找不到接盤俠。這種流動性的喪失，讓成千上萬個家庭被困在了原地，眼睜睜看着財富在歲月中折舊，在暗跌中消散。